中华民国核能学会今仔日颁发特殊贡献奖，予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董子贤是搁在呼吁台湾要爱核电甲绿能共存。不过，绿党是有关强调讲，核三厂停放有记录，这核废料要安怎处理，就是上基本的问题。话声吹落去，合适的董事长董子贤对核能学会理事长叶宗光手头接过特殊贡献奖的奖座。学会肯定董子贤伫真济场合拢真拍拼咧推广核能。董子贤也搁再发声讲，核能甲绿能爱共存。伊认为核能是会好而且袂排碳的电力。台湾需要发展经济，产业需要能源，也要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迁。台湾的土地狭小啊，然后这个地狭人稠。台湾本身也不产能源啊，所以能够让核电跟绿电共同并行，是未来一个大的方向，能够让电力更干净、更有效率。针对上紧要伫2027年年底，也是2028年年初，才有可能重新启动核电。得到学会珠宝禧纪念奖的前核四厂厂长王碧辉指出，政府爱更较坦白面对能源的现实。既然我们核二、核三将来都会重启，所以呢，不要再扭扭捏捏。大大方方的讲出，我需要核能，非核家园需要转变的。核能学会认为讲，今年8月23核三停放的公投了后，虽然法定的标准无过，不过同意票的总数有434万，代表已经得到真悬的民意的支持。不过反核团体并无安尼想。核废有解上面，我们到现在连高放射性废弃物的这个处置办法，到现在就是相关的法律。这个根本就完全没有诞生。那我们要怎么样可以确认我们的核废有解呢？低放射线核废料的厂址目前还没有找到。甘总会进一步指出，核三厂就起伫恒春断层的边仔，若发生严重的天灾，恐惊造成真大的冲击。核能互看作是能源选项之一，但是安全、核废料要放地，也佫有社会共识的问题，有关是真歹闪避的关键议题。公视新闻采访报道。